今日是圣诞节主日吼，每一个人拢需要耶稣。虽然用这首诗歌要来唱出人的需要。情人行过我身边，内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甲忧闷，行是迷路，人生路顶极坎坷，每日心惊吓，心内白面笑容。耶稣已知影，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当迷茫破灭时，耶路会较为路。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啥是咱才会知？人人需要主，这黑暗的心胆。祝福着咱做真光，拯救世上的灵魂，伊的价值无通比。祝福我心会体会，因地陪当当。因当听我名真灵，按着去传扬，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当迷茫破灭时，伊会靠伊路，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啥是咱才会知？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当迷茫破灭时，伊会来开路。人人需要主，人人需要主，啥是咱才会知？人人需要主。咱要做伙来感谢感谢咱伫需要救恩的时，耶稣来到咱的中间。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伊会生一个查甫囝，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你看，在切女会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
咱要做伙来感谢俄罗咱的主，伊是至悬通俄罗的上帝。伊甲人同在，伊要将伊的百姓拯救脱离迄个罪中间。咱会通做，就是互圣神光照咱，愿意活倒转悔改，来归向上帝。咱来领受救恩，脱离迄个罪的陷阱。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咱会当徛伫遮，咱诚做外邦人，是因为主的恩典，咱开声来祈祷来。啊！你个主，阮感谢俄罗你，互阮会通诚做主来人，诚做主一家人。阮感谢你，你的恩典，互阮会通脱罪恶。你的恩典会通互阮做伙来俄罗敬拜。你的恩典会通互阮愿望，愿献上感谢，因你搁我大官员开咱，脱离帮助阮脱离迄个罪陷阱。救主耶稣，今仔日伫你愿纪念你降生的日子，愿感谢俄罗你。阮本来是罪的奴仆，因为主耶稣，你为着阮献上你的性命伫十字架顶死。你为着听来出世，是为着阮来担阮的罪。互阮会通有机会徛伫主的面前，好胆无惊吓，来得到永远的恩典。阮献上感谢。阮的生命中间有软弱，有亏欠，有失落。你来就是要互阮活倒转，你来就是要互阮的生命活得更加丰富。愿主上帝帮助阮。搁一边伫同心合意的俄罗敬拜时，你的宝座就降临。你的同在就带来互阮的平安甲毋望，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咱要做伙来恳求主，甲咱三同在，医治咱、讨帮咱、供应咱。咱做伙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稣到加利利逐所在，因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民间逐款的病症。咱的耶稣是大医生，是会通医好逐款的病症哦。咱对来恳求，心灵失丧需要安慰的，身体欠安需要医治的，恳求主来帮助咱。伫即几方面是代表咱的全人、咱的内在、咱的外在。好胆为来恳求，伊是听咱祈祷的主，邀请伊伫你的灵，伫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身躯来成做你的主，将你的重担、忧愁、烦恼交托予伊。若有需要牧者、长老为你祈祷的，你就徛起来，也是举一个手吼。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你若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就愿上帝来。现在主要说你是你是信命的主，阮奉你的名在这宣告，我要将忧愁烦恼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讲阮有信心，若带着信心的祈祷，你就帮助阮，帮助阮会当伫遮来经历你的同在、你的祝福、你的医治、你的供应，甲你引带。作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长老，主，阮奉你的名宣告，今仔较无你追找你，来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的医治、你的供应，甲你的扶持的。主，你甲因三个同在，扶持因、看顾因、祝福因，帮助因会通伫交托的中间，会通重担得到讨帮，病痛得到医治，欠缺得到供应。愿主你受因祝福，
互阮兄弟姊妹伫你的听的内面，完全的恢复，完全的透放，伫圣神的同在中间，会通得到自由，因为你的真理要互阮得到自由，得到透放。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为着主来守望，用主的话，咱做来读来。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上帝要互咱的就一项一项来接煞伫咱中间。所以咱做伙来学乐敬拜，咱今仔日圣歌队要带咱来学乐救主降生。咱要等待，咱要迎旨的是主会搁再来。迄日来临时，就是咱会通得到永远毋忘的日子。咱为着个人，咱甲主上帝的关系，搁几工就今年就要结束要结束各部的事工毋望拢会通顺利来完成。为着今仔日有阿甲的领袖的小组，咱协会的理干事的会议，甲下主日的跨年的祈祷会，咱也为着基督教的协会，就是伫闽城病院内底甲疫情甲打拢也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服务来服侍。咱特别透过新任的同工武总长老伊伫遐有做志工，有真好的关系。咱毋望讲会通继续伫迄个病院的中间来探访遮的破病的遮的需要的。咱要做伙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感谢上帝的恩典，你是感谢人困苦、听叹人求救的神。我的性命伫你，我的恩望嘛伫你，我的力量嘛伫你。你应允我同心合意的祈祷，你恩愿显明你的慈爱甲怜悯，愿阮伫敬拜当中甲你相拄，愿你的信心感动阮的心，那落脚步溪水共款来寻求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伊玛内利，显明上帝听甲阮三甲同在主耶稣。今仔阮要纪念庆祝耶稣你降生的日子，毋是一个仪式，是较要紧透过礼拜鼓励阮、提醒阮，透过阮爱向世间人来传福音。愿上帝你祝福，互阮得时不得时。拢着爱传福音，抢救灵魂。有一天，主，阮迎接你搁再临的时阵，阮着爱高效。愿主你来祝福帮助阮，互阮伫你面前，互你称作好搁尽忠的萝卜。阮也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咱要点到第4支蜡烛甲中的蜡烛，这是天使的蜡烛。第7，天使在宣扬主耶稣基督为世界要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的人君，互咱甲上帝、甲世间人恢复好的关系，所以今日主题是启示仁爱。
点道中的蜡烛，这是基督的蜡烛，提醒咱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毋是圣诞老公公哦。所以中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这是要欢喜庆祝的时阵，基督甲咱三甲同在，赐予咱有毋茫、疼、喜乐、甲和平。伊完成了有缘，救主已经降生。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54首。天使歌声对天来，天使歌声对天来，请起立来吟全首。天使歌声对天来，远山回应透天涯，美妙声音这样亮，好听高洁的地响。老主，应跟这关兄弟。老主，应跟这关兄弟。我家下属大欢喜，快乐歌声无停止。虾米消息的传播，人情赞当何乐？老主，应跟这关兄弟。应跟这关兄弟，就来别离应调机，天使所报谢应义，归乐敬拜当尊重，基督最咱是先锋。应跟机关兄弟，老主，应跟机关兄弟。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息到万世代。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担当阮一切罪，拯救阮脱离罪恶甲捆绑。你带予阮永远的毋茫，甲上帝好好的关系。愿你来帮助阮，对上帝、对人，拢有新的开始，活出佮活主的生命，互人因为阮得到福气来认捌你。今仔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当阮点到仁爱的蜡烛，求你永远无煞的疼，充满阮的心。阮也要笑念上帝怎样来疼阮，阮也怎样每一日的生活活出伊的疼，欢喜来迎接救主基督耶稣降生伫阮的心内，带予阮新的生命、坚固的信息。主啊，求你帮助阮教会来行起你的话，互阮真正认捌你。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真正来经历你。主啊，求你伫阮的中间，
的时，阮时常软弱，我若要显出你的完全，因为你是创造的主，而你无难成的事，我要感谢阿罗你。是阮的主，阮也将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来向你来祈求，求主你亲自赏赐恩典，保守看顾台湾这地的土地，有公义、有和平、有仁爱，充满你赏赐的平安喜乐。明年举办的台湾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选举，我也仰望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掌管，使落稳定伫阮即个国度。是阮的主，阮也看见即个世界充满战争、相争、无和平。恳求主你伫即个过程中间，亲自来介入、掌管，赏赐真正的和平伫即个世界，互阮会当反省阮人类的罪，来瓦靠真神。今早起的聚会，求主你使啊祈祷、敬拜而乐灵运行伫即个中间，透过敬拜。既然来聚会，兄弟姊妹来到主的宝座前，拢要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我来感谢祈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文第42篇，就是以赛亚十一启文第42篇。耶西老树头的背影，对伊的君为发基，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智慧聪明的神，计划甲勇气的神。你是敬畏上主的神，这声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息统治，豺狼甲绵羊会做伙住，把甲山羊仔囝会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因的囝会做阵休困，这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孔口佚佗。当你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伫我的圣山的逐所在，因一定袂受伤，袂受害，因为对上主的认识会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吟诗。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章3到12节。彼得前书1章3到12节。你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愿望，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里迄个未朽烂、未拍烂散、未消失的福气。这是要互恁这个通过信受伊大能力保守的人，通得到准备伫将末的时机会实现的拯救。为着安尼，虽然恁现在暂时也着受种种试炼，心艰苦，恁着欢喜。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比互火炼过又会败坏的金搁较宝贵，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恁虽然未捌看到伊，嘛听伊，现在无看见伊，也搁信伊。恁有用言语未当表达极大的欢喜，因为恁会得到信。的结果就是灵魂的得救。关于这个拯救有缘，恁会得到恩典。这个先知已经有研究，佮详细查考。因得到伫因心内基督的神对因的指示，查考关系基督的受苦，甲后来得到荣光。这个有缘会伫什么时？会安怎实现？上帝有甲因启示，互因知因的事奉，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恁。这个事现在已经有靠对天来的信心，通过福音的使者来互恁。这个事连天在嘛迫切地听候爱在以上。只是咱来请本堂的游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活的愿望，活的愿望。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若活的就有愿望，因为是伫基督内底来活，所以互阮做伙伫遮来学乐庆祝。虽然检采有离别，总是伫主内底，阁会通见面。愿主你来祝福，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知，阮是有愿望的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知影讲最后一遍吼，甲咱做伙来过圣诞吼，可能大家心肝感觉有一寡遮个烦恼啦，也是讲背北啦吼。不过吼。以后小拄会到的，安尼阿妹吗？所以小拄会到，表示讲会通搁再见面所以毋免烦恼啦，安尼好毋好？所以咱会通伫这中间搁较欢喜。为虾米今日彼得的书信甲咱讲，可能咱会暂时伫迄个忧闷、烦恼、背北的中间，总是咱会通伫遮搁较大欢喜喜乐。活着就愿望啦吼，所以咱会通喘气，咱就会通感谢。今日要甲咱三甲来分享我的愿望，透过彼得的书信，伫圣诞节的主日，咱要做伙来思考，为虾米咱会通有愿望？亲像保罗先生伫提醒咱讲，面对死亡的时阵，咱毋通亲像遐无愿望的人哦。有一幅图伫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内底，有一幅即个摩西伫尼泊山亚当蛇的图画吼，即幅毋是啦吼。讲伫即幅的图画内底，
伫描写摩西当时伫西奈山，咱知影讲，因要到伫迦南地，以东地无爱互因过。你若去看民数记21章4到第9节，伫遐就有记载即段的故事。我伫传福音的时阵，常常嘛用即段故事来引到伫迄个救护车顶面迄个东蛇的故事吼。即幅画内底，摩西举东蛇，然后遐个互蛇咬着的群众吼，有一种人是目睭刻刻，毋知影要伫遐来仰望；嘛有一种人是彼此伫遮安慰，哎哟，你嘛有蛇咬着哦，我嘛是咧吼，所以伫遐彼此伫遮来安慰。另外一种人是举叉箍伫遐咧讲蛇吼。这三款人拢会死啊！总是有另外一款人，就是因会通举目伫遐来仰望的时阵，因就会通得到活。所以伫尼泊山，伫即摆约旦的所在，就徛一个东蛇。咱中间有人去到伫迄个所在吼，咱常常会伫遐翕相，然后仰望啊。总是有当时，咱伫面对苦难、面对困难的时阵，咱可能亲像遐在困的，也是讲人只有彼此伫遮来鼓励安慰，或者是你用你家己的气力伫遐举叉箍，用你家己的方法，你来对付迄个要甲你加的迄个蛇、迄个困难，也是迄个关系。之前740多年的中间，先知以赛亚已经有安尼预言，讲有要在色女生一个囝，这个囝要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到伫马太福音也是福音书内底，咱就看见讲，这个作者引用先知书所讲的，所以伫遮我的愿望是透过先知的预言，将来要有一个甲咱三甲同在的上帝，要显明伫咱的中间。以赛亚伊写上帝甲启示700多年后才实现的，所以有真侪人伫迄个困难的中间，伫迄个等待中间来过身。伫到伫2000多年前，伫伯利恒的草埔，伫遐有一群遮的各样的人，突然对天顶有天使对因来报佳音，报一个好消息，因要看见一个救主降生。所以即群各样的人，因嘛真做伫2000多年前头一批去报佳音的各样人。昨咱有去对报佳音嘛？伫远东百会吼，人这人潮吼，人安尼行来行去啦吼。检测有的人是亲像遐个过路客，有的人就停落来，伫遐来听，伫遐来看。即个社区的朋友对囡仔，对即个囡仔兄吼，安尼个会安尼跳来跳去，佫会当弄鼓吼。到伫成人班，咱有2班吼，还佫有青少年班。伫迄中间，人检测受到鼓舞，看见遮个囡仔，看到遮个社区朋友，甚至有遮80多岁，还佫伫遐咧弄鼓。因感受到即个教会所做，互因会通接近即个福音。今仔咱所做是毋是当互人接近福音？咱有社区的朋友伫德福伫即服务啦吼。透过这服务，感觉今仔日有机会来听这福音，常常有机会会通分享吼。拜五吼，佮我讲牧师啊，你教我迄个数字啊吼，毋知安怎，我讲另工我敢佮找机会互你哦。咱要做这个代志，主要是要互人知影
耶稣伫2000多年前降生，要带来欢喜的消息，咱出去报佳音。哇！民族长老去特别去甲伊的亲情借一台迄个敞篷宾士的便士的吼，所以圣诞老公公嘛开便士的吼，已经无迄个雪橇啦吼，有试炼的安尼吼，引起人的注目，毋是要伫咱的身上，引起人的注目是要对咱的身上转到伫耶稣的身上。咱是暂时，耶稣是永久。即批各样的，因要传好消息。今仔日咱继续好参照写《使徒行传》，咱继续伫做这各样人所做，要去传福音、报好消息。独独耶稣以外，无一个宗教的教主，也是宗教的节庆，会当成做世间人。会使讲普天同庆哦，大家做伙伫遮咧娱乐、咧庆祝啦，无一个只有耶稣。今仔日咱要甲人讲，你无毋茫吗？耶稣要成做你唯一的毋茫。咱要甲人讲，为什么要有毋茫？因为死的关系无搁再捆绑咱。这个毋茫是因为咱会通超越死亡。耶稣的告我。你知影圣诞节其实是为着过活节。圣诞节来，然后呢，互咱面对死亡的关系的时阵，耶稣会告我，保罗讲耶稣会告我，互咱成做咱头水啊，这告我的头水的什么果子哦，出熟的果子，就是耶稣有告我，安尼咱就毋茫。其他的宗教的教主死就煞，然后咱有看因咧拜什么？拜佛骨对不？不勒骨，拜舍利子，然后呢，拜佛牙，捌听过啦吼。这拢是死人的物件，总是咱伫遮咧礼拜，无拜什么耶稣的神师，无拜耶稣所留落来骨头还是什么？咱的敬拜是因为耶稣是神，所以伊无所不在。今日咱要透过咱所面对的有生活的困难。圣经怎描写耶稣出来传道理的时阵，行到迄个西布伦、拿弗他利，伫迄中间因面对的是啥？是迄个死亡的关系伫遐来控制因。一些福音书的作者，伊可能引用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2节，咱做伙来读来。踮伫黑暗中的人有看见大光。踮伫死荫的地有光照因。耶稣用这段圣经，福音书的作者伫引起讲，耶稣来到伫迄个死荫的地，迄个沿海也是西布伦、拿弗他利。伫以赛亚时代时阵是受到亚述军队伫迄个中间来侵略。这两个所在是上痛苦的，受吞踏，然后来有外邦的人甲因混杂做伙，所以因无顺去啊。这受痛苦的所在，却是耶稣来进入到人中间来传迄个和平的福音，讲有光要照因，照伫迄个痛苦的所在。只有耶稣若甲你啥同在，迄个痛苦的空喙会显明出来，总是耶稣要伫遮来医治。每一个人拢活伫迄个死亡的关系哦，咱拢无法度去超越过迄个死。总是耶稣来要帮助咱面对死亡迄个惊吓的中间，要伫遐来超越。伊耶稣迄个我的光，要伫遐来光照咱。伫彼得的时代，咱看讲当时的教会受压迫，耶稣受定了后，过活了后，教会嘛受压迫，所以遮的门徒就四散到伫逐所在。彼得写批，或者係教會要提起講，恁遮係伫苦難的中間，伫迄個生活艱苦的中間，勉勵因面對試煉，
面对这个艰苦，恁就爱倚靠这位主，因为恁已经有看见有过活，赢过死亡的关系，所以恁知影讲，恁毋是甲一般人共款无毋茫的。彼得写配合因，就是咧勉励讲，伫忧愁、伫试探，也是试炼的中间，恁就爱安怎？有欢喜啦，免向伊忧愁啦。有当时咱是毋是苦会起，还是苦袂了？是你家己决定。你要选择苦袂了，因为你无倚靠。你若通苦会起，是因为耶稣伫你的生活中间，你苦啊，我会做人。不保罗讲苦啊，我会做人，但是因为伊有耶稣基督做伊的倚靠，所以伊会通面对身躯的病痛，也是迄个面对外在的试炼。所以伊虽然是挂铁链伫遐，总是伊犹原会当传福音。彼得嘛是共款哦，到尾因的结局拢毋是真好，总是因为看见耶稣有过活，所以带来互因安怎有迄个毋茫。这嘛在提醒咱，在面对着咱的种种的困难的时阵，咱做下读来，为着安尼。虽然恁现在暂时要着受种种的试炼，心艰苦，恁着欢喜。这个欢喜是因为耶稣甲咱三角同在，所以咱会通面对迄个未来检测拢无毋茫的迄个时代、迄个时阵吼，咱做来读来。兄弟姊妹，关系已经死去的人，愿爱认知。正免亲像遐个无毋茫的人，安尼在悲伤。咱最近接续有两场吼，最近吼已经过去吼，两场的即个告别的礼拜吼，咱面对亲人的离别，面对人的离别，咱的心是会艰苦咯。总是咱因为即个信仰，互咱有毋茫。所以，咱要甲亲人杀入去火炉的时阵，牧师7年来用这两句话，你若定定参考，你就知影讲安怎，毋是亲像世间人讲安怎，走哦，啊喊甲做大声，紧走啦，火来啊啦！咱讲啥物？平安对主去，日后天顶过三季，来搁讲一遍来。平安，日后顶过三，我搁32个安尼啊，了就安怎？无搁再看到迄个形影，总是咱知影，耶稣会当对上帝对土伫遮来做人，分一口活命开，伊就会通对土搁一遍重新来做咱，敢毋是？所以迄个互无变做有的上帝。是因为咱有这个信仰，咱知影耶稣是赢过死亡的关系，咱会通赢过这个死亡的关系，因为你信靠伊，咱无搁再是走离别的哀伤，咱是有毋茫一天搁再伫天顶相见面，伫主内底相拄会着。检测拄啊开始，可能会咱会感觉小拄会到，迄无介好的话。总是，如果你若伫主内底小拄会到，迄是一个欢喜，迄是一个期待，迄是一个毋茫，敢毋是？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圣歌队引带咱用这个诗歌，就是提醒咱伫2000多年前，耶稣已经为着你我来做啊，伊生为着咱。咱来看这段圣经，上帝连伊独一的囝都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无，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伊这么疼世间，甲你的边仔讲316，我毋是甲你报明白吼，你毋通真正去签吼。316其实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圣经信仰的重心。耶稣上帝疼世间人，
通过耶稣，然后咧，互咱亲像拄啊，咱看讲带伫死荫的地人有毋望。迄个面对死亡，耶稣来讲，互咱反转得到永远的啥活命。耶稣到伫西布伦、拿弗他利团的，就是安怎，互恁有活命。咱要回应拄啊所听的，耶稣来要解决咱面对死亡的关系的问题。耶稣来要解决咱过去用祭牲伫遮来代替咱，无法度啊！圣经内底大祭司为什么每一年用祭牲伫遐来祭拜、敬拜上帝？总是逐年拢爱做。希伯来人书甲咱讲，大祭司所做的无法度，耶稣所做的一拜就有功效。今仔日咱无搁再用拜祭牲来为着咱来牺牲。今仔咱用耶稣，伊为着咱献上的代价，代做羊羔，代做羔羊。所以，互咱会通伫遮面对死亡的关系时阵，咱即在圣经就是回应伫耶稣来，看见遐死荫的地人，互因有正做有毋望的。祭牲无法度解决的，耶稣替你我解决；死亡的关系，咱无法度解决的，耶稣来为着咱来解决。用什么方法？就是爱死，经过死亡的关口。咱做来读来，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中救我。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我毋望，互咱定头生会通得到我的毋望。你若相信耶稣是个我的主，那安尼个我的大权能就帮助你来解决迄个毋知要死位倒去的问题。亲像咱翁仔某伫遐咧冤家的时阵。老高啊！你是死位倒去安尼吼？今仔咱知影咱死位倒去嘛？如果你若知影死位倒去，并且有我的毋望，那安尼你的心就袂白吧？耶稣伫约翰福音伫迄个圣经内底，甲咱讲啥？讲我去甲恁备办所在，备办好势就要倒来接恁。然后带恁倒转去。你看耶稣真贴心，你知无？备办好势啊，然后佫互咱有一个毋望，讲我佫要再来哦，并且我诚做恁的 GPS 哦，诚做恁的导航者，诚做恁的带路的，然后要倒转去。所以咱咧讲回家啦，倒转去啊，咱知影有迄个所在。这要解决伫拄啊，咱所听到，伫迄忧愁烦恼，咱毋知影要去什么所在，咱毋知影未来是毋是有毋望，所以咱知影叫人走。但是因为有耶稣的关系，因为你相信耶稣跟我，每一遍若要洗礼的人，我拢会问伊一个问题：啊，你有相信耶稣跟我无？你若无相信耶稣跟我，就毋免洗啊。感谢主。因为你有相信耶稣跟我，迄个活的毋望就通过你的信心来得到成全。耶稣要离开世间，伊嘛真贴心哦，真大心赏赐咱一个礼物，就是要赏赐圣神互咱。所以咱为什么敢传福音？是因为圣神感动你。因为若无圣神感动，无人会通随人啥耶稣啊。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是主啊。所以，因为你有相信耶稣，耶稣伫遐赏赐你有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困难，就是圣神甲你相同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甲咱讲啥？当圣神降临伫恁的中间，恁就要得到困难，对无？
然后咧对开始传福音，耶路撒冷，过来咧骗犹太，过来咧撒玛利亚，伫个人看轻，伫个人感觉无迄个公营的所在，迄个甲外邦人混杂的所在，耶稣的福音竟然嘛会当到遐。然后，这个福音到伫全世界，就是你我的中间。靠着圣神传5万的福音，今仔日互人的福音是有5万啊无？人看你苦会起，人看你伫苦难的中间悠然有大欢喜，那安尼人就看伊讲，这个福音真正有5万啊！咱做来读来。上帝有甲因启示，互因知因的事奉，毋是为着家己，因为是为着恁。这个事现在已经有靠对天来的圣神，通过福音的使者传互恁。这个事连天使嘛迫切地听候爱知。所以你知影讲，上帝偌疼咱。透过圣神甲咱讲后，连天使嘛迫切地听候要知的这个事，通过福音书，通过圣经，通过拄啊圣歌队，透过诗歌，已经甲咱讲啊。咱嘛爱报扬互人知，传互人知。伫哥罗西书第1章27节。伫遮讲，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尔丰富佮荣耀。这个奥秘是基督伫伊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5万啊！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透过启应，透过圣歌队的分享，唱出耶稣基督高我的5万。伊降生就是为着要替咱担罪，担罪了后，伊就高我了后，彼得写讲，咱伫伊的内底就活我的5万。信毋信出在你，你有相信经有好歹是主咧掌权啊无？你若敢若感觉讲好事是上帝咧掌权，那安尼你的5万只有一半。你若相信讲你检测伫迄个困难、病痛，也是迄个受压迫的中间，有原有主的同在，你相信主保守你，那安尼你就完全的5万。了后，我相信咱毋是敢若停留伫遮，停留伫我家己啊。你着爱真做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所以教会着爱报佳音嘛。教会若无做这个事，有一天无法度对上帝交笑。凡我所做，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保罗在提醒咱，今仔教会是毋是当继续写这个新的使徒行传的一个另外一章。你是毋是愿意我个圣神？有当时你可能不是啊，我都含慢讲话，所以圣神啊，甲你啥同在哦？你3天3暝你就讲袂了。咱做伙起立，咱要用首诗歌，咱要报互人知，咱要伫遮互普天同庆。互主临世间的这个故事，要继续伫遐来传落去。普天同庆，主临世间。全地也主君王，大家为主平凡所在，有
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重，有着万民尊重。全地欢喜救主掌权，世界拢着唱歌，千夜共好，山野平原，欢喜的声无线，欢喜的声无线，欢喜的声无线。最后必上无过试探，欺骗一切战斗，我主临到，福气充满，心田无过放好，心田无过放好，心田无过放好。救主管理甲是万类，用个言我言语，公义和平充满大卫。因爱积极招兵，因爱积极招兵，因爱积极招兵。咱做来祈祷，主你的仁爱招庇，是予阮伫软弱的人的身上显明你的义、你的救恩、你的恩典。感谢耶稣，你来就是要解决阮无法度转去的这个问题。感谢耶稣，你就成做阮通天的道路。感谢耶稣，你予阮面对虚无的关系时阵，阮有毋忘。予阮永远毋忘，也透过你所交代予阮的使命，阮就爱去，予万百姓知你是我的主，也通甲因分享你所教导阮的，带因洗礼。有一天，阮阁要伫天顶阁再相见面。愿主所愿，你来就是要成全。你来就是要丰富阮的生命，你来就是要互阮知，阮是有福气的人。感谢耶稣，将荣耀归予你，将你所享受的平安归予敬畏你的人。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这请坐。